羅馬書第12章。所以弟兄們，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。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我憑着所賜我的恩，對你們各人說，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，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。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裏成為一身，互相聯絡作肢體，也是如此。按我們所得的恩賜，各有不同。或說預言，就當照着信心的程度說預言；或作執事，就當專一執事；或作教導的，就當專一教導；或作勸化的，就當專一勸化；施捨的，就當誠實；治理的，就當殷勤；憐憫人的，就當甘心。愛人不可虛假，惡要厭惡，善要親近。愛弟兄要彼此親熱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讓。殷勤不可懶惰，要心裏火熱，常常服侍主。在指望中要喜樂，在患難中要忍耐。禱告要恆切，聖徒缺乏要幫補，客要一味地款待。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詛。與喜樂的人要同樂，與哀哭的人要同哭。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氣高大，倒要俯就卑微的人。不要自以為聰明，不要以惡報惡。眾人以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。親愛的弟兄，不要自己申冤，寧可讓步，聽憑主怒。因為經上記着，主說：申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，就給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給他喝。因為你這樣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。你不可為惡所勝，反要以善勝惡。